到去配。哎呀，个小道气！一天到晚只晓得有问，不晓得读书啦。老爷为侬不晓请过多少个教师先生？你说哪一个教师先生见侬不头痛？告诉你，今朝老爷又请来一位教师先生，马上就到。看你个小道气，外国再道气。我是小道气啊。那你是老道哎呀，小相公哎，跟你讲过多少回了？你最近在生病，吵的啥？教育须清洁，大错之人终心害，哪里须依仗好名士，经不过小女有病将才会，我悔恨于心，岂奈谁？来噻！哎呀，一定是教师先生来噻！又是个小道气。老院的
去，我在这里等候教师先生。我刚才看到竹林那边有人来了。王小姐，刚才我家小姐还提起你呢。你家小姐在家做人啊？我家小姐呀，这2日身体又不好嘞。啊，2周不见，怎么又病倒了？还不是为了个倒霉的亲事！该死个人家，3日2头来探亲，我家小姐一去嘛，又病倒了呀。湘君姐姐，我不叫你家老爷将这头亲事退掉你。哦哟，是退不得个啦！这陈家是有财有势哦，这头亲事嘛哪个退得了呢？怕他些什么？明朝是谁将你家小姐领配人家，看他怎么样？彩云，先生请啊，请啊！呀！一叫的人没胆从哦！哎呀，我这小子在这里。福利旺登好人也，好人也。哎呀，实在是我终于望不见关呀！哦，湘君啊，这是老爷新请来的教师先生啦！教师先生啊！先生，你可曾的话？还好。哦，先生啊，快请！我家老爷正在等儿你这位教师先生呢。哎呀，老员工啊，我不是来教师的呀。啊？那是你家老爷同我专请襄阳名士张继华前来教导。真乃张先生不肯从命，故我今日他来慰告你家老爷的呀。啊？那他？哎呀，他哟。门上有什么？门上有什么？可有妙啊！这院内古帅
好一番精神
去一子，送与我那月影姐姐，插在屏上边的玛瑙瓶中。哎呀，这莲池梅花为我从天降，这字不好，还是下流去寻那字上来。原来是山花天女，谁穷人是小生在此，是小生在此啊！正王生，这内院外太不理，是今年上的院内，谁为谁人小人喏。小娘子是小生冒昧，小生冒昧。小娘子，你在寻找什么东西呀？一枝梅花是我家小姐杂手掉下来的。掉下来的，哪里是掉下来的？分明是他送进我的呀！相公，你既然知道，就该早点还我。小娘子，小生是有诚到此，偶尔在此当了客人，这话不偏不倚，偏偏打在小生的额上。既然这话是你家小姐的，应当奉还啊！不过还请小娘子传言一声，谁是小生襄阳张继华，我是有学到此。小娘子，你要小心在事啊！晓得。小姐尚在场内，不免在我凝视一声。
下来，草断花生，面正微，安详飞速梦惊为。再当客人，这花落下不偏不倚，刚刚落在他的额上，好不同意。他说他叫张继华。谁要你听他的话嘞？我不要。喂，我家小姐不要了。美妃美意，美妃美意。啥子地方？抛下在莲子梅花心语意，恰为我披肩一面归西方。哎呀，小姐呀，你可知小心房妹跟前看。真叫心突然思念相杀穷江我听一声响叮当，分明是张军领兵小生有此鬼旁，我有什么？可见他一晃在一地，真了亮啊！梅花。梅花，
上国，走道上，天骄作女配才郎。有此话，早就想满心里放，真是郎，为小爷是天下。小弟呀，你真是天生有女同万年，配是花枝人缘郎，从今百万月老强势，天兵是梅花做自长。两高的驴怎么抱得上去呀？哎呀，就门而响，定是小姐下驴与我开门来了。对，小姐与我开门来了，开门来了啊！我嘎多个年纪玩笑啊！哎呀，赵老先生不必越送，请留步。亲啊！哎呀，不必越送，请留步，请留步。哎呀，夏牛兄，你怎么也来了啊？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？来，快来接过西山营是赵老先生。No，这位就是襄阳名士张继华。哦，赵老先生，舅娘啊，今次大家过来，务必盛会。哪里？哎，这是小圈没有造化，不能得先生责备啊。哦，赵老先生，请稍等。哎，夏牛兄，这位赵老先生是这里的红柳之人啊。是啊。他家里有一位修香公，名叫苗儿。还有一位小姐，名叫赵玉英。夏牛兄，事情我已经决定在这里教师了。你不是叫我为是赵老先生吗？你说什么？你不是叫我为是赵老先生吗？赵老先生，自梦重生，教得琳琅诗词嘛，万幸当行列为此。那太好了啊！给老夫给予王道之人，别叫来人家先生到此，应百事不理，呀！赵老先生，不要客气，万幸名声得到，名声就到啊！
某儿，你不在书房读书，为何跑到这里来了？弟弟，我天天到这里来的。哦，到此做人？等张先生啊。等张先生。哎，弟弟，你咋不相信啊？你也正在这里，张先生啊，肯定会来的。指望你想啊，张先生比我还对不下去你。哦，他是当今才子，自若不管拘束。弟弟，他天天在这相聚边上，闷声不响，行来行去，好像落掉什么东西一样。弟弟，他是在寻什么啊？你小孩子哪里晓得，张先生他是在寻诗啊。寻诗？哎，弟弟，这诗是在什么地方啊？哎呀，天上地下无处不是啊！天上地下有介许多事，弟弟，那怎么会找不到你？好了，某儿啊，张先生是当今人士，文采甚好，为吾特地请来戏院，有此良事，你要好好读书，莫再顽皮了啊！这个先生啊，我是喜欢的。好，那就好了。老爷，刚才陈家又派人送来私信。某儿，晚上去吧。老爷，刚才陈家又派人送来私信，要你马上去面谈婚期。女儿凭着这样还来催婚，真是岂有此理！来噻。
在身他与我心有灵仙一点通，到是今啊满是花儿已结果，为什么生儿恰是夫应中？我不是堂上老官安9年，新房侍女进京中，我不是在传奉名团元气兰桂生疏瓦绿空，我不是啊看官相思闭目转，难测希望路交勇。哎呀，小心呀，你不该负心无息负应谁，是小生啊错在红绿放眼若春，东里西菜早是莫相去烦。妹儿，你做什么呀？张先生，你老是在这里转来转去，做什么啊？我在观赏园中景色，在观赏园中景色呀。不对，你想骗我啊？晚上我不晓得，我老早就晓得的。哎呀，这小孩子不懂事啊！要是将了出去，哪还了得呀？妹儿，你晓得些什么？你怎么会晓得的呀？哦，你是问我怎么会知道的呀？是我爹地讲的。你爹地讲的什么？我爹地实力是在姓什么？姓施姓施？对，我在姓施，我在姓施啊！真的姓施。先生，姓施与甘难啊，可你一位困天，一位没得地，不
不是摇头，就是叹气，把神都蒙实在。什么呀？张先生，你要寻的事啊，不在天上，也不在地下，喏，就在我姐姐的楼上。哎，张先生，我带你到我姐姐楼上去寻吃，好吗？哎，寻吃去，哎，寻吃去。美儿。你家姐姐在楼上吟诗吗？哎，我姐姐常常吟诗的。哎，吟的什么诗？吟的，哎呀，吟的什么诗啊？是不是这样的诗？红梅初绽熬成开，此时女人青色来。哎呀，不对不对。草丹花生面生威，安详飞手梦境为梦境为啊，是这个事啊！哎，好像有个梦似的，有个梦似的，哎，有个梦似的。哎呀，张先生，这诗是什么意思？讲给我听好不好？你呀，你年纪还小嘞啊，还小啊？哦，大概明年就可以了。哎，美儿，你家姐姐可叫赵玉英？哎呀，你怎么会知道的？我是猜猜的，我是猜猜的。哦，怪不得我弟弟说你是当今的才子，连名字都猜得出来。哎，妹儿，我来问你，你家姐姐今日在楼上做的什么呀？你问我姐姐呀？她呀，整天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于是啊，唉声叹气，于是啊，满脸鼻涕。哦，她呀，生病了。生什么病？我也不知道。哦，好像是为了婚姻之事。什么？哦，为了婚姻之事。张先生，哎呀，张先生病出毛病，哎呀！小弟，你突然为我相思成病了。我爱情尽谁翻来听，扪心思情才难当。爱得你思君心思悲，深恨你衣裳情牵久未长，爱得你一袖切结反复念，非情望残酷夜长。小姐呀，怕的是你相思真爱少下子，气的是儿女是人开难张，我恨不能啊！
下子可真的来了啊！哎，见世上每次一说，我不免采取其事，将小娘子带去送与小婿呀。小娘子，我在这里教书了呀。你成了这里的教师先生又怎么样？啊，小娘子，嫌凡事事都是我的不是啊。你有什么不是？啊，我让小娘子传言一声，就是叫小婿不要为我孤问有理呀。你在说些什么呀？啊，请问小婿身体有些贵呀，想必是为小生而起呀。哎呀，我家小贼哪有什么病？你说什么？我家小贼没有病啊。是事实来，你家小婿服病？哎呀呀呀！恭喜小婿福体康泰！哎呀呀呀！小生无听失言，枉不见责，我枉不见责。我家小贼一听到他就火冒三丈，他还在高兴你。哎，小娘子，你看，这世上每次一说，我不免采取其事，放小娘子带去送与小婿才是啊。好，那我在哪个这边再帮你送一次啊？好，只是多谢小娘子你来看啊。想当真，高度梅花出芳尘，转眼间啊，苦苦妹子徒心香。今日里咱们大宝喜色清平，万顷小心请客上啊，请客上。我让小娘子与小姐说好，爱他手下与他算，亲戚本色不变样，终于你小弟了成心，其实根妹子虽算无力离场啊，为离老员工啊，你这样匆匆忙忙往哪里去啊？哎呀，张先生，我家小姐病情加重啊！哎，我去请个医生嘞。哎，老员工，你家有几位小姐啊？哎呀，只有一位病无第二喽。叫芳名？叫邵月英。邵月英。哎呀，我去请医生去。哎，老员工。
小姐的病情，大体我在无妨吧。我家小姐，小姐，哎呀，小姐呀！放在小娘之身，小姐服病，老员公说小姐贫穷，这到底什么样一回事啊？哦，定是小姐怕小sinh知道了，要为他担于孤儿引吧。哎呀，小姐呀，小姐，这都是我害了你呀！可怜你隐隐实实不听风，心惊这贫穷谁折磨？我祷告苍天齐成白呀，万万不杀去家。叫三清这领了成名令业，我不免去知道护送甘露。你的诗文出原来这般妙道。上上，哎呀！明天就来还原呐！好。上上上小公，不要哭了。女儿啊，哎呀，王小姐，哎，王小姐委屈吧，委屈吧，哦，委屈委屈。将军。
红颜多高明，凤凰错配了毛头人，害得他气气闷闷一平堂。小心你终身大事，你要自操心。哎呀，小心！你再想一想，叫多门的张先生，彩云，听消息来上心儿情。那一天先生还话无意，你恰是马上比你不高兴。先生这么多诚心，你又是火冒三丈场外人。哎呀，小心呀！不许得了！回去吧。王小姐，我是来告诉你一件要紧的事情。方才老爷说，还是遵照玉英小姐临终的嘱咐，你再做她的姑房女儿吧。要是王小姐愿意的话，明日就请你们搬到红楼来住。老爷要我家小姐做姑房女儿，明日就搬到红楼来住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小姐，我马上回去收拾收拾啊！彩云，哎呀，你看这丫头，王小姐，这样一来啊，大家都有个照应了。小姐临终曾祖高，这是老爷年岁高，从今儿要见他小姐来到了，明在的心小郎，春为长辈莫伤人。神魂早了不是老，只怕是恩不通于我可的伤心女。对对长老小姐，你自己也要多加保重身体呀。哟，天涯嘞，我去地上等来陪你回去收拾收拾啊。将军，上任，上母的相遇，
意，啊，小心，小心反意，小心反意。
姐，回去吧。只见他临别意，一夜难尽，毕生叹。哎呀，小姐为我走去西园外面去了。哎呀，不好啊！这西园外面一片荒郊野外，小姐是女流之辈，要是路上遇到了意外，哪还了得？等我关上进去，关上进去。大元哥，你这是什么呀？张先生，我家小姐不应过世了。哎呀，老元哥，你家到底有几位小姐啊？哎呀，只有一位嘛。叫我方名。叫赵月英。赵月英。哎呀，你呀！哎呀，我不是在做梦吗？哎呀，我不是在做梦啊！是哦，不是在做梦，不是在做梦。既然小姐已死，那么是在这次与我讲话的他是谁呀？方才见他临别依依，一言难尽，应是何意呀？哎呀，小姐大病初愈，为我不上红绿，前往西园外面去了。哎呀，我什么平生不会好得这样夸吗？怪不得方才他见我自卑自欺，17、18里早早给多顺顺，方便那位小娘子。我见他匆匆而来，飘飘而去。莫非小姐他的方位特地到此与我前来告别，实际他为阴曹地府去了。三天定人事，不堪刀枪，只觉得天一黄。我看想
啊？你这是什么啊？小心死了！你在说什么啊？放任小姐的方位，到此与我前来告别。事情他为这阴曹地府去了。快！怪不得是在花门夜草之间，阴风吹吹，我的风被灯吹灭了我。计划兄，不必害怕，小弟在此保护经济啊！小弟痛不欲生啊！哎呀，计划兄啊，我看你这个地方再也不能死下去了，还是到小弟家里去吧。来，小弟，哎呀，你不要再哭了，再哭起我啊，不能哭得耳毛淋漓在。来。小弟，计划兄，快来哟！盛开啊，是女人情咋来？他叫张继华。谁要你接他的话嘞？我不要。
了。女儿，你们又在做些什么呀？没什么。快替老爷去倒一杯茶来。女儿，这几天你又在做事忘了是吗？老爷，做什么呀？老爷，请用茶。哎呀，放下。我要他知道，我的女儿不但有貌，而且还有罪哦。弟弟，夜晚上来有何训教？女儿啊！那陈家听得女儿真下为千人的情来心来，在什么必须去死难在家。爱情再重，家欲娶你怎会开？他们妄想，说什么断情再重，怎会开？分明是仗势欺人，无作必为。弟弟他无需人家因恩事，岂能将女在处配？凭将一事张熙元，时时保家在屋内。小姐，我是连夜李继元，自立门户把家为小儿杜罪，有罪儿啊！你切莫交际学金光，天大的事情又无担当，你虽非为吾亲生女，恰是亲生一般样，你姐姐终身白母父，我岂肯再家女儿要你靠？这婚姻是为吾只有求悲，因将你另配一个，才比之间貌似破的是你郎。岳江先生早教训，去找下女西商量。弟弟话中常要你，有对无味非彩你，莫非他怕我聚会走前路，看来在灵配在郎是我
心急。一旦人家花轿到我岳真太子，也难避。
襄阳张生既往，以请14岁之年，自己于朝日月影，小妻临前五虎月影，亲自赞美尊尊，普及百年格林效应，皇室言谢，身经数面，死必青色，耿耿此心于往昔，方闻不灭，今夜从日为梦，也得于此啊，来日再见心愿，言语中情不可阻，无悔在复为上孝。我只盼心事传进心8年，孩子三做完顾好，我只盼平庸财来迎此你呀，恰不了我扎把带小枪你掉，我只盼夫唱妇随情深恰不了月云相小张荒郊，你那里谁草谷中无马少方闻一缕随风飘，我这里面对另外唱同团
急救来，难道与无理的心要作怪？万日他你到了也有三下，我那他主意，我是父子金花不谁理啊，一度死了一段长啊。好一个知身有情义，难得他为我小姐从飞啊！陈其在陪陪登上又出回房，妹妹家里会谁长？这真是冬瓜笋在大棚里，叫小姐与我龙颠倒。到时今我苦自心身旁去，明月山更山梦呀。听他哭得这样伤心，就是铁着人儿也要落爱你嘞。哎，小姐啊，小姐，你真是世上还有这样一个人，才想念着你啊，小翠。我听窗外音声响，小姐，小姐，哎呀，为何不见小姐的方位？哦，莫非是宇文也夫？并不是毛发所托，心儿跳啊，心儿跳啊。
呀，小姐稍待，我来了啊！张先生啊！母亲来问面不错，你为我冒名将门来敲，你的是中规13岁他挑，方知你在我会报实账。你我走，张先生，你我走，你不讲你要是不走了啊！你问夜归手里去，他敢无那不去公好？张先生，我不是叶问叶贵，你是谁？是神，是少女小姐的丫鬟湘君。少女小姐身边的丫鬟湘君。不是。张先生，你还认得我吗？是人见过，一时想不起来了。张先生，你真是贵人多旁事，可记得晚辈叮当，个连招手的？你到底是谁？邵小姐的丫鬟湘君呀。我真是邵小姐身边的湘君。哎呀，小娘子，你可来许下小生啊！哎呀，张先生，你真糊涂！我清楚的很啊。还清楚嘞。好，你既然是赵小姐身边的丫鬟，我来问你，这支梅花是从哪里来的？这支梅花嘛，是你拿着在园里摘的呀？这就不得了啊！不对在哪里？哎呀，要是真的是曹小姐身边的丫鬟，她就知道了啊！红梅初在熬成开，此时若人亲自来。草断花飞，面贼为爱想飞送梦境为。哎呀！果然是小妾方文来了！哎呀，果然是小妾方文来了啊！
先生才有光，因此我也不必来再指望。小姐呀，你今夜光临飞心肠，要人所爱永不忘，请小姐常住在我塔里。小心，必能结识千美品。哎，小心一人中天我会唱。常言道，榜样不老必衰，志在人为上门房。小姐呀，天眼目睛察鸳鸯，小生少为称方。眼看在今世姻缘一心房啊，我与你只得来生从前乱梦在头上啊。真心多变就拥抱，夜夜蜜语蜜天光。小心，我心里往天上。陈平是海枯石烂，10月大元小心去报变心肠。先生，哎呀！是啥老先生？不玩月老切何事？牛女早已度恰巧，老夫早知有此事嘛，何必去把下女走？啥老先生？请进来，别请啊！
去，哈哈哈哈哈！大老先生，请坐啊！请坐啊，请坐。赵老先生，上礼谢谢。老夫有事要与先生商议。有啊，请讲。李子先生可曾婚配啊？尚未婚配。老夫做过媒事哦。承蒙老先生的好意，外甥偏有天下，此在四方，这婚姻之事嘛，请勿操心。这也怪他不得，他真知我弟弟真是方才的那个，待我慢慢点名于他。张先生啊，这道亲事不错啊，你还是答应了吧？老先生，外甥另有心事，婚姻之事不假操心。先生的心事嘛，老夫已略有所闻。先生，老夫虽若年老，并不愚直，神经事态也越来的多了，对于这些事情嘛，是不大理会的。坐下，坐下。赵老先生宽身大度，不讲此事，外甥实是忘贵。不过什么？不过外甥初到武里，路径不熟。那日路过真源，得与你讲消息。他就讲什么？他就讲这是梅花相生与我我料想也不是今夜之事，他们彼此往来已有半年之久了啊！张先生，你可知老夫弟弟是哪家小姐呀？那就不用说了啊！先生不用太惧，老夫弟弟真是方才的那个啊！哪个啊？就是方才走出去的那个啊！就是方才走出去的那个啊！哎呀，老先生，方才走出去的那个，你可以看得清楚啊！看得清楚啊！认得明白？认得明白？他是人？他不是人，难道是鬼呀？是个鬼呀！是鬼呀！张先生啊，你不要再故作允许愚弄老夫了啊！外甥句是谁呀？想着儿女私情之事，我做长辈的不便明言，只能问定啊。张先生，老夫实言想到，这里确实只有鬼啊！昔月是地处偏野穷山乡，父母黄秋偏离中，每逢那人生真情月明夜，真不是鬼影重重来为梦，这来湖上只一个，放在我亲眼目中有一双。是有一双啊，张先生啊，
十来奇怪，西园之鬼不怕鸡啼，都怕猫叫。哦，西园之鬼不怕鸡啼，都怕猫叫。你到底是什么缘故啊？好了好了，明人不用洗手，还是言归正传。张先生啊，有道是恭敬不是从命，你做好准备，明人与我女儿拜当成亲。老先生，夜已深了，老夫告辞。告辞啊，老先生，老先生，赵老先生，这位赵老先生，莫非替他死去的女儿见我弟弟殷勤？也罢，养亲不成，殷勤也好。哎呀，小姐呀，小姐，这一下虽不能与你深入路障，却可以私动为了啊！张先生，你怎么又来了啊？我并没出去过啊。哎呀，我与你无亲无故，你为什么老是倦了我啊？张先生，你不用怕，不用怕，我是来告诉你一件要紧的事情。什么事？那小小姐是神，我也是神。是人是鬼，小神清楚得很。你这语文野鬼，是属于我阴去。他真是鬼迷心窍了。张先生哎，你再仔细的看一看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那是在西园之内，小鸡方为心灵的私语，旁边那位小娘子见他早早给给，多多顺顺，不就是这个女鬼吗？哦，怪不得他是称小姐的妖丸，大概是阴司的妖丸了。好，你既是小姐的妖丸，与我说说传来。包在我老爷你的亲事，你要答应才是哦。这亲事我早就答应，明日我许碰灵位与小姐拜堂成亲。哎呀，这位小姐是神，不是鬼呀！你是什么？她是我家老爷的姑房女儿少女小姐的妹妹。是少女小姐的妹妹？哎，明日你我小姐的妹妹拜堂成亲。哦，不，小生今生今世誓不再去。先生还是答应的好。不答应。不答应。好，先生实不答应，那我就不走了。哎呀，你玩的收的好，你玩的收的好啊！不走嘛，就是不走。啊，你真的不走啊？你真的不走，我就要。你要做什么？我是要。
我岂能与他妹妹悲伤成亲？但我是不理智，还是走了吧，还是走了吧。小姐呀，小姐，你还是跟着小生去往襄阳吧。张先生。哦。小长儿到。想不到事与愿违，曾泡影，被逼结婚，谁要洞房？小生杀在结婚罪，他
谁是谁所要原谅？事关生命难太谁，我只能怀抱灵魂来呀悲伤。小妻呀，你魂归现在空与黑，我分身黄沙梦一场。他为我父亲下许心
伴，生生世世情不移。好，小姐。小姐呀，母与你足以得成贵夫妻。你今日无老叫人妻，哪个与你同成贵夫妻？姨娘弟娘小弟，哎呀，小弟他不能与我做神贵夫妻，这怎么办？好，别法，小弟呀，你这阴曹义不对。究竟是想成夜里。哎呀，男神啊，男神啊，哎呀，早有应小姐之令为啊。今天我总算认清你了。你既与月影弟弟早与情恰为我与
姐，你想的少小姐并不是今晚与你同房的少小姐，今晚与你同房的少小姐，才真是有缘素见的少小姐。不过她不是死去的少小姐，恰是活着的少小姐。当初她还不是少小姐，是今才是么少小姐。她本来不是少小姐，过往儿才叫少小姐，原先只有一个少小姐，后来才变成两个少小姐，才叫你把这两个少小姐当成一个少小姐。张先生啊，你心中爱的少小姐，那就是这位道道地地嘛，地地道道，不怕鸡的，都怕毛家的少小姐。你叫啥个名字啊？